Love Express 咧係一個非牟利機構，主力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孩子同埋佢屋企人。我哋同香港瑰麗酒店合作，以使命商業為理念嘅意大利餐廳 Brew House 一齊開創咗為期5個月嘅 Brew Up 技能提升計劃，為特教嘅青年度身訂做培訓、實習同埋就業安排。我喺 Brew House 工作非常開心。家人呢同我啲親戚都支持我發揮自己嘅所能之處。今次呢個合作非常之寶貴同埋意義深遠。屋企人就喊咗出嚟啦，覺得我係做得到俾佢哋睇。計劃唔單止令有能力嘅特教青年有機會展現自己嘅才能，亦都可以鼓勵其他大眾為特教青年提供更多平等嘅機會，大家共同能夠締造一個更具包容性嘅社會，為有需要嘅群體創造光明嘅未來。